一间啦。我敢若真想有印象呢。迄阵你还阁细汉，若甲友成来遮，拢嘛咧捡酒倒来逛佚佗。阿兄，这间店都这么久无开啊，哪会阁这么清气？你敢无听讲伫咧讲，伊定拢走来遮摒扫，伊希望讲有一天，阿母会等我店开起来。阿兄，你若袂等友成替我回来，才来开店吗？安尼，咱嘛有人通我斗3工，对无？伊哦，你免小想讲伊会好顾一间店。迄做兵的时阵，都定来不正理因啊，阁想要叫伊顾店。阿公讲遮所有的物件，伊拢保存甲以前共款。伊定就甲我讲，早摆恁阿母一定阁用这间店。想袂到哦，阿兄，是你要开这间店吗？我不准你开店。你若要开店哦，当初你做囡仔时阵，我互你放油鼎啦。我后尾讲你读册读到大学毕业啦。我自细汉就对伫阿母身躯边咧摆油鼎就对啊。你讲啥物啊？阿爸，阿兄以前有做生意的讲讲，伊若是来开这间店，一定会真趁钱的啦。哼，恁老母哦，煮这功夫哦，行到倒个人学了有对啦，哈？你搁无才调，你凭啥物啊？阿母也开店，毋是因为煮食功夫好歹问题啦，啊无是为了啥？是因为人家歹应付啦。油鼎这个工作是初档的工作，你这读册底哪有才调啦？哼！幼爱啊，这菜吼卖较安尼较好切啦。来，阿母甲你讲，来，手这嘿，对，这卖较安尼。对啦，查某囡仔人爱先学煮食，较袂后摆嫁出去吼，连正事都袂晓赢。阿母，你较早毋是有哪嫁出去了，才开始学煮食的啊？那讲哦，我请在早来咱兜，教你学煮食，对无？你哪会知影？阿妈甲我讲的啦。是啦，查某囡仔人若是面大，后摆你就像阿母安尼，食甲较济岁，搁互人笑。对啦，幼爱，今日恁爸爸是甲恁哥哥讲啥？你家己别人去甲伊问哦。哎呦，我看因爸仔囝一入门，哎面仔碰西西，我惊讲我若是乌白门哦，毋知愈无欢喜。哎呀，恁拢安尼啦，阿兄伊毋敢甲阿爸讲，着煞爸爸叫我去讲呢。啊你哦，你家己毋敢去问，都拢叫我去问。幼爱啦，啊你着上细汉，你若讲毋对，咱嘛袂甲你骂，对无？好啦，甲你讲啦，阿兄哦，伊是要爱你去化妆铺啊，重新开店。啊，等后面啥若是拍开了吼，伊就会当甲权利卖予别人啊，做连锁店。伊讲最好做企业行销啦。我哪会听甲无煞煞啦？哎哟，总讲一句吼，阿兄伊要开餐厅啦。啊，毋过阿爸讲伊册读甲遐尼悬，无互伊摆油车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恁阿爸讲安尼嘛有道理啊。毋过阿兄爱你去化妆铺啊，伊敢若负责推销。人伊是读商的呢，做生意事业本行啊，对无？啊，你阿兄讲安尼，嘛无毋对啊。安尼，你即摆是要为虾米人啊？我嘛毋知。一边酒醒报告。永成，啊你哪会转来啦？都放假。放假？嘿啊。放假你天尾后嘛才入门哦。都甲工地去佚佗啦。好，安尼恁就是要转来负责暗藏的，对无？你甲我管？幼爱啊，等恁离遐喊你几时才转来一摆，莫安尼见面就到好无？阿母，你毋是讲我是上细汉的，咱要甲我骂啊！啊，你即马安尼，毋是咧骂我，互你遐看。
好啦好啦，恁拢上细汉的，安尼毋就好？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啊你怎么变到这个师奶？你甲我管啊？耶！来，刘成啊，啊，啊你即摆咧做兵哦，哦，饭甲菜都爱加食淡薄。我知。卡嫂，你家己紧食啦。会啦。咱即间厝以前是住3个大人3个囡仔，啊即摆咧变6个大人呢。我看即间厝吼，甲都爱敲起来塔楼仔厝的。啊恁做事大人的，敢拢无拍算啊？卡嫂，人伫咧讲下厝较会富啦，啊像咱安尼大家斗阵吼，嘛较闹热啦，对无？迄闹热咯，后摆新妇若带入门，即间灶骹都着变总铺咧。阿嬷，这你免烦恼啦。人以外吼，查某朋友交便便，你孙新妇吼还袂带入门，查某孙就先嫁出去啊。哎呀，莫歹势啦，查某囡仔吼有人拍，毋则较有行情。要拍，你家己去拍啦。你讲安尼？好咯，恁两个莫搭嘴鼓啊。是讲以外，啊你若交男朋友吼，都爱交迄个有财产的呢，无财产是毋通交呢。阿嬷，啊你安尼讲，我甲有成，毋着拢交无查某囡仔？啊，恁嘛知影讲咱厝诶无啥物财产，恁兄弟个较拍拼、较灵魂呢。尤其是你啦，啊，规工若想要开餐厅，迄毋是头路啦。啊，哪会着安尼食饭配话啦，菜拢冷啊，紧食。是，紧食啦。来。什么煮食无出团，啊，咱这两代毋是靠煮食，啊，无是安怎生活啦？啊，搭顾三顿，甲趁大钱要哪会比的？啊，敢讲咱有志的财前，干那开餐厅尔是？啊，无你是要叫伊创啥？啊，要创啥？伊家己爱拍算讲，敢讲我爱叫咱两个来甲斗出力的？啊，敢讲伊拍算啥，你拢肯哦？总讲一句啊，啊查甫也落，查某也落啦。啊，尤其迄以外啦，啊交甲迄个啥物男朋友，生做赢变咱也毋知啦。啊，就讲姓吴，啊叫做家电啦。佮要咧调查户口，讲知伊的命要创啥，无叫伊出来，互咱看一下。啊，你哪会安尼比卡上搁较高点啦？碎点。好啦，算我搞细点啦，会记的哈。加装聘金就穿袂够呀，起什么老仔厝，我哪有法度啦？阿母，我要来去坐车。好啦，紧去啦，无等下点名煞袂赴。好啦。阿母，你有5000块无？你阁无钱啊？嘿啊。你哪会逐摆倒来逐摆摕钱啦？啊，你平日遐话方是摕去倒？啊，拄我最近调办公管教铺啊，啊校队袂合，所以我家己摕出来贴。你无才调，你就莫共管钱啊！啊，管校较轻松啊，啊无你爱我对人去出操哦。阿母，你有钱无啦？我无钱啦，该大汉啦，该去想办法啦。哈，你无钱哦？啊，我小做袂出来，会互环境变呢，阿母。该去想办法啦。看是要安尼平日互靠袂方，啊是共借来害。反正吼，即边阿母一定不爱搁生你啊啦。啊，毋过阿母，我有成，你物件看好未？我再来坐车。啊好啦，我会去互环境变，你免插我啦。有成是安怎样？是啊，迄平日小管无好，敢会互管？草有一点路，一枝草
贤，你有钱通坐车无？啥？你毋是欠5000块？阮阿母家己要摕来互你啦，我讲毋免，换我摕来互你。因为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讲啥啦？有啥？你莫骗人，捌做过兵啊！兵营小无出问题，你会佚佗到一头毋才转来。你哪会欠钱啊？讲啊！甲朋友欠的啦。欠到5000块，你钱是开倒啊？拍胶带啊，输伊啊！啥？你去跋筊？有啥？阿爸以前叫害而家遐么死，你敢毋知晓啦？啥物都无学着，你去跋筊？好啊啦，输去就输去啊啦，这5000块我家己想办法啦。等下。摕去啦，钱就好。阿兄毋是要逼你家己去还钱，我是惊你毋知通觉醒。阿母拄则已经互你惊啊皮皮喘，我无希望你搁去吓惊母。我知啦。有啥？阿兄用倒摆，再来瞧。林志啊，恁小弟病也少无？感觉是袂要紧。不要紧，阿母，我甲你讲不要紧就不要紧，你放心。我昨晚规暝拢无困，是我一个头壳公车车，惊讲伊伫病院毋知安怎无。袂啦，做兵的代志我上知啦。兵营若要处罚伊，哪会搁互伊放假出来佚佗，对无？恁志啊自细汉就懵懵懂懂，做代志拢袂谨慎，小人真袂放心，就无法度。阿母，较细哩哦。来啦。幼稚啊，来一下啦！创啥的啦？就叫你来就来啦。哇，幼稚，啊你甲恁阿母咧讲啥话啊？无啦，哪有讲啥？啊是毋是咧骂有成啊？无啦，阮阿母伊哪嘛有成啦？我知影啦，昨暗有成啊要倒转去平安营吼，一支嘴安尼细细念，讲甲人讨无钱，原来就是恁老母无钱互伊啊。迄有成遐尼敖开钱吼，钱拢会冻拢起来，安尼上好啦。那参像恁迄个老母吼，安尼趁无食啦，钱才摕袂出来啦。阿妈，你毋知你莫黑白讲啦。嘿，啥物我咧黑白讲啊？啊，人若善吼，心肝就雄啦。啊，一个囡仔要去做兵，嫌所谓都毋互伊啊。幼稚啊，后摆咱招架若要好个，都爱看恁啊。你是毋通一天到暗，定定讲要开餐厅呢？若参像恁老母带迄个家刀兵剃扫帚吼，做啥物代志嘛拢袂出脱。阿妈，你讲话嘛较有良心呢。啊，这20几年，阮阿母伊没准一提母，你搁嫌伊家刀变剃扫帚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，敢讲阿嬷无良心啊？以前是恁老母甲恁外公贪着阿嬷有钱，用一卡破箱啊，假讲内面是金银财宝，来骗咱招家的呢。也无咱招家今仔会败甲安尼，拢是伊手造成的，你知无？份日你拢嫌阮阿母就对啊啦。你若无爱想我嘛，你家己有啥物毋对无？哎呦，啊你这个囡仔，讲你规句都安尼忤逆阿嬷啦！哦，你老爸若转来，我一定要甲斗，要甲斗啦！哎，人老有差啦，安尼我做一个吼，toàn腰酸背疼。你也知影你老啊？啊哈，你开店啦，较免吼我安尼一世过咧缀你流浪啦。你囝若无生，我店就无要开啦。啊有钱毋是讲叫你就爱开店？你莫听伊咧少念呢，爱读册甲开真侪钱去呢。伊要做啥物套路，嘛要讲到我欢喜才会用的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要大声转厝才大声啦。月基啊，啊恁太全拢毋甲阮翁仔某讲话，啊恁无法拜托一下。啊是要拜托啥？啊，煞毋知人咧起厝啊起好吼，啊拢咧委托个代销公司去卖啊。
啊，阮有志吼，对这产品营销有两步出来咧，安尼也翕袂厝吼，应该是有把握才对啦。你要叫有志也去卖厝哦？是啦，你家想看觅咧，过去吼，咱对这建筑也毋捌半项啦，啊，乌白投资毋知去失败去咧。我即下就是毋茫讲有志个人对这建筑方面哦去发展，将来若成功，我这套怨气毋才有得透啊，对无？啊，恁太全啊，这怎么做人嘛空嘛？实在足侪起厝的头家，啊，叫恁太全啊，甲阮有志引进一下，阮有志啊，一定会成功啦。迄无问题啦。一支草，一点露，一支草，啊，一点露。妹，安那大嫂，啊你还毋来困哦？无啦，我咧看讲这图到底要安怎位啦。啊你敢拢袂忝？安怎啦？你若忝哦，我来给你倒烧水，互你洗身躯啦。面团水，这人若清气吼，免逐工洗身躯。啊，若讲忝吼，应该是你平我较忝才对啦。你无看讲你上摄安尼，佫一个100块，啊，佫一感觉安尼走你共去走倒。你是毋是搁咧甲下上去啊？我度啦，等盖完球带规世人安尼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才袂个讲吼，你搁咧甲下上去，来拍歹阮姊妹的感情哦。袂啦，我会尊重恁两个之间的感情啦。但是我感觉真奇怪咧，啊，我钱趁几对你毋享受，啊，一感觉安尼走去甲人去走倒，啊，是我对你无好相。你嘛安尼讲啦。我较会互你缀转去啦。那我知影你对我足好的啊，所以讲吼，让我要对你较好一点啊。免塞奶，你有啥企图？啊？你拢无爱插我，我咧讲。啊，插你，来来。啊，你拄则咧看啥物图啦？嘿哦。啊，我想讲，甲咱这间旧厝翻做新厝啦，啊，看图吼要安怎设计啦。你要给咱这个厝翻做新厝啊？安尼足好的呢。你是无法度。我趁钱你也毋享受，你无时间半个后生，将来无人通传，无法度，毋知讲啊，规矩也翻做新厝，家己来享受啦。你有够好的啦！好，你安尼规暗搞啊搞啥意思啦？啥物意思？你毋知是无？咱生囝啊，你家来要顾趁钱，3年后才转来稳一下大油，要咱生囝啦！来啦！等。哎呦，你看你的眼神，足恐怖的，敢若要甲我吞落去安尼，足恐怖。知影就好，你去啊！救命！我有代志拜托你。我知啦，囡仔今昨昏拢甲我讲啦。真是嘞，我人今哪会知影？恁爸叫伊甲我讲的啊。阮阿爸。是啊。恁爸甲恁母啊，知影我即摆无啥爱插恁厝的代志，我才会叫伊吼来甲好嘴啊。有志啊，你仔囝话啊，在世间是真世上的代志，但是恁老爸对你确实有关心，你毋通行掠安尼甲会当啊。是大人的温情吼，你莫会记。啊，好。啊，阮阿爸是拜托你啥？伊就拜托我讲，要替你找一间较好的公司，互你甲人去卖厝啊。啥？阮阿爸要叫你卖厝？是啊。我根本就无兴趣去上班，这拢是家己想得出头啦。啊，无你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开餐厅。开餐厅？讲对。我出世我若要做这大，我对伊手路真有信心。只要我若要用总统，我一定咱个餐厅推销出去做连锁店，1间、10间、100间，我一定做会到。